屏幕前所有甩953年癸巳水蛇命嘅老友，大家好！今日專門同大家講一番貼身又貼心嘅提醒。如果你自己就係甩953年出世，又或者屋企父母長輩係呢一年嘅人，呢段說話千祈唔好飛走，全部關乎你後半生安穩、福氣喜樂，係好多前輩踩過威、食過苦頭之後，用時間同教訓總結出嚟嘅真實經驗，字字都係心血。如果錯過咗，好多本來可以輕輕鬆鬆避開嘅關口，會悄無聲息咁摸上門。等到你察覺嘅時候，往往已經造成唔少損失，到時後悔都嚟唔切。覺得我講得有道理嘅朋友，麻煩點個讚，亦都可以留個言。接住屬於你嘅晚年福氣，為自己積一份善緣。近排好多上到73歲，剛剛踏入73歲嘅長輩過嚟同我傾訴，話以前日子雖然辛苦，但心入面踏實自在。退休之後，本來每個月有穩定收入，飲食起居舒適安樂，點知近1-2年完全變咗樣，成日莫名心亂發慌，心神唔定，無緣無故陷進焦慮入面，夜晚瞓覺都唔安樂。仲有好多人屋企本來和和美美，老伴體貼，子女孝順，偏偏近期總係為一啲雞毛蒜皮嘅小事爭執，同老伴鬧拗，同仔女冷戰，成間屋搶連籠罩住低氣壓，返到屋企都覺得心寒。亦都有唔少長輩從前身體硬朗，行山逛街比後生仔仲有精神，而家行幾步就氣喘，各種細小病痛反反复复，夜夜失眠，喐下就要跑醫院做檢查。醫生話身體冇嚴重氣質問題，只係年紀大咗，氣血調動唔順。但幾乎每一個人都會問我同一個問題：點解到咗呢個歲數，運勢突然變得雜亂？點解以前順順利利，而家咁多阻滯？我每次都會同大家講清楚，年紀增節帶來嘅身體衰退，只係一小部分，更多係命格同天地氣場互相牽引而出嘅變化。人生所有重大轉折，從來都會提前放出徵兆，只係好多人睇唔透，唔放在心上。等到事態擴大先後知後覺，到時已經太遲。甩953年係癸巳年，天干癸水，地支是火。呢一年出世嘅人係長流水蛇命，係12生肖入面相當特殊嘅命格。癸巳水蛇，天生聰明通透，心思細密，觀察力強，骨子入面藏住一股不服輸嘅穩勁。水火共存嘅命格，令你外表溫和恭讓，內心自有主見，做事有底線有擔當，從來唔會隨波逐流。你哋呢一代人生於物資飢乏嘅特殊年代，少年時期從來冇順風順水，早早就要幫屋企分擔生計，懷盡苦頭。成家之後，上有年白雙親要作養，下有年幼仔女要楞養，大半輩子都為家庭奔波，為家人犧牲，從未真正為自己活過。有人年輕時事業幾起幾落，轉過好幾份行業，食盡拉法，咬緊牙關，一步一步捱出頭。亦有人為咗仔女讀書，揾工成家，掏心掏肺傾盡所有，將自己從前嘅夢想、個人喜好全部壓喺心底。大半輩子從未真正為自己活過。幾日正因為呢份默默付出，癸巳水蛇大多屬於大器晚成命格，前半生不斷耕耘積累，真正屬於你嘅口福，全部留到晚年先至顯現。好多人以為福氣會無緣無故降臨，其實世間從來冇免費嘅好運，所有安樂順遂都要先跨過命運設下嘅一道轉運關口，順利傍過，後路一馬平川，福氣源源不絕。若心亂失守，前半生積落嘅福分會慢慢消耗，日子越過越多阻滯。而對於1953年癸巳水蛇嚟講，73歲就係你一生之中最關鍵嘅人生分水嶺，係命運俾你嘅一次大考。好多人唔明白背後命理道理，我從行格局同大家拆解清楚。癸水坐是火，水火本就相生亦相沖。年輕時氣血旺盛，陽氣充足，自身磁場強大，命格入面水火相沖嘅隱藏問題會被強盛元氣掩蓋，唔會浮面。中年階段有家庭責任，自然忙碌牽掛，生活重心分散，亦唔會感受到太多內耗。但踏入73歲，情況完全逆轉，大多數人已經退休減輕，再加上身體機能逐年衰退，自身陽氣元氣遠不及從前，藏在命格幾十年嘅水火相克之氣就會慢慢浮現，順住自身氣場透透到生活各方面，
唔會一上來就出現大災大難，而係由細微之處逐步顯現，先影響睡眠情緒，再牽連身體健康，跟住波及家庭關係、錢財積蓄，悄無聲息拖垮整體晚年運勢，好似溫水煮蛙咁。等你發現嘅時候已經出事。我早年有位相交多年嘅老友，正係1953年癸巳水蛇，年輕做建材生意，風雨打拼積下厚實家底，仔女全部培養得出色優秀，退休之後種花隨凍，日子清閒自在。點知一踏入73歲，各樣麻煩接踵而來，成日同老伴小事爭執，親戚生意周轉開口借錢，自己又突發高血壓，成個人精神面貌一落千丈，好似換咗一個人咁。後來專門過嚟同我問流年，我翻佢八字先講明，73歲係佢命格水火氣場交匯嘅轉折關口，運勢波動屬正常現象，只要穩定心神，及時居家風水，熬過呢段時間，往後10幾年都會安享清福。我勸佢少操心閒事，重點調養身體。半年之後，佢身體逐步復原，每日同老友隨端散心，一家人和睦安樂，日子過得舒暢從容。佢仲專登打電話多謝我類似嘅案例。呢幾十年我見過無數，有人財運受損，存咗大半輩子嘅養老錢，被人騙走一大半，欲哭無淚；有人健康出狀況，一場大病耗損元氣，長年精神不振，行步路都辛苦；亦有人家庭失和，同仔女鬧到互不往來，晚年孤單冷清，連食飯都冇人陪。其實呢啲羅事唔係避唔開，只係大部分人唔識察覺前期信號，將細微變化當成小事，等到局面失控再補救，就要付出成倍代價，到時後悔都太遲。所以今日我一定要提醒所有1953年水蛇老友，從今日開始務必留心身邊出現嘅3個反常信號。呢啲睇似普通嘅細節，實係命運提醒你關口已至，係上天俾你嘅預警。第一個明顯信號，睡眠長期出現異常。好多73歲上下嘅水蛇長輩都會遇上睡眠問題，唔係偶然一次失眠，而係規律性長期瞓唔安穩。最常見就係凌晨2、3點、4、5點突然醒嚟，醒之後勞轉反側，再都瞓唔着，腦海入面不斷翻出從前舊事，又或者整日擔心各樣未知煩憂，日間就昏昏沉沉，無精打采，好似成個人被抽乾咗一樣。好多人覺得年紀大瞓覺變少係正常生理現象，唔放在心上。其實完全唔係咁簡單。從風水氣場角度嚟講，人瞓覺時自身磁場最放鬆亦最脆弱，好容易受屋宅格局。應癸巳水蛇本命暗藏是火，睡眠質量直接反映自身陰陽氣場是否平衡。臥室佈局稍有不妥，就會加重內耗。如果近期頻繁早醒、多夢易驚，身體檢查又冇大問題，即刻檢查租室3處風水。首先床頭一定要靠實牆，千祈唔好靠窗背後空曬。風水稱之為靠山不穩，人瞓覺時心無氣場四散，自然難以安睡。其次，床頭唔好正對房門，門係屋內氣流進出通道。日夜冷熱氣直衝床頭，擾亂自身陽氣，夜夜多夢驚醒，好似有把刀對住自己咁。仲有好多長輩習慣將舊鞋廢雜物全部塞床底，覺得唔佔地方，其實係風水大忌。床底係人體氣場循環通道，堆滿幽物會阻礙陰陽流通，不止瞓覺越嚟越差，整體運勢亦會跟住走低，負面麻煩接二連三。有呢個習慣嘅朋友，一定要抽時間徹底清理床底，長期唔用嘅雜物，該丟就丟，該收就收，留足空間，讓氣流順暢回轉。好多人清理完之後，明顯感覺心神安定，瞓覺質量大幅改善，成個人精神爽利。第二個關鍵信號，屋內花草無緣無故頻繁枯萎，尤其東南方位，好多長輩閒時中意種花養草打發時間，從前打理得綠意葱蘆，近排就算細心舊水施肥，唔使半個月就黃鼻枯死，換幾個品種都一樣，好似有種無形嘅力量令佢哋生存唔到。多數人只會覺得自己唔識養花，其實花草係最靈敏嘅氣場探測器。屋內氣順，福氣足，草木自然枝繁蔭茂。若氣場滯果，財運下滑，植物就會冇緣由衰敗，好似一塊土地冇咗養分咁。八卦之中，東南順位主管全家財運同家宅和睦。對於晚年水蛇長輩，呢個方位氣場好壞，
直接決定你晚年積蓄家庭安樂。如果東南角花草接連枯死，代表呢個位置氣場受阻，財富慢慢鬆散，家運逐步走下坡，一定要重視，唔好當佢係普通嘅種植問題。遇到呢種情況，第一步徹底清理東南角落。好多人家東南堆滿舊箱、廢紙閒置雜物，遮擋陽光，積聚潮，濕咗氣，氣場自然難以順暢。將所有廢物清走，騰出空間，每日多開窗通風，讓陽光充分照入，保持乾淨明亮等方位氣。牆調和之後，再擺一盆生命力強嘅綠植，好似發財樹、萬年青綠蘿，易打理又旺氣，慢慢將順位財氣養順，錢財同家庭關係亦會逐步穩定。你會發現好事會慢慢翻嚟。第三個警兆信號，人際家庭關係突發反向變動。當人生即將迎嚟重大轉折，自身磁場會產生變化，身邊所有人際關係都會跟住出現反常跡象。呢個係好直觀嘅提醒。譬如多年唔聯繫嘅親戚老友突然頻繁上門，要麼開口借錢，要麼拉你投資分紅。相處幾十年嘅老伴，一向孝順嘅仔女，一點小事就會爭執冷戰。以前明明唔會，相交多年嘅知己老友，無緣無故慢慢疏遠，冇矛盾冇爭執，只係自動減少往來，好似大家約定咗咁。好多人覺得只係年紀大，人際自然變淡。命理入面從來唔會無緣無故出現呢種情況。每個人都有獨立磁場，當你命格進入關口，同你氣場相合嘅人會主動靠近，磁場相沖嘅人會慢慢走遠。各樣是非、金錢糾紛亦會提前露出苗頭。對於73歲水蛇長輩，呢種人勢反常，實係命運發出嘅警示，一定要收心守己，唔好被雜人雜事打亂節奏。尤其突然找上你合作投資、借錢擔保、拉你立和是非嘅人，千祈多留個心眼，唔好一時心軟礙於情面，輕易應承，好容易惹上連鎖麻煩，耗損你積委一輩子嘅福分，到時喊都冇眼淚。從前我遇過一位73歲鬼氏水蛇長輩，多年唔見嘅遠房外甥突然上門，聲稱經營養老院收益極高，邀請佢入股，每年有2成利息回報。一開始佢心存顧慮，後來礙於親戚情面，覺得對方唔會欺騙自己，將積存20年嘅20萬養老錢全數投入。唔夠半年，對方經營跑路，養老院倒閉，20萬血本無歸。佢因為呢件事氣鬱成疾，同仔女亦生出不少矛盾。本來安樂嘅晚年頓時一團糟，成個人老咗10年。由此可見，面對突發反常人際往來，千祈唔好掉以輕心。守住底線，謹慎待人，先可以避開大半火事，保住自己嘅安樂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老友心入面會忐忑，甚至擔心係唔係73歲一定會遇大災。我同大家講得清清楚楚，絕對唔係。命理從來唔係定數，73歲只係氣場交匯嘅波動期，唔代表災難必然降臨。同樣年紀，同樣命格，有人平平安安跨過，往後日子福氣越積越厚。有人卻災大跟頭，耗盡畢生積蓄。差別只在於有冇提前察覺徵兆，及時調整心態與居家氣場，有冇將命運嘅提醒當成一回事。人晚年最大嘅福氣，從來唔係一生無風無浪，而係風雨到嚟之前，你懂得提前做好準備，唔使俾命運打個措手不及。跨過73歲呢度關口，後半生就係真正安享清福嘅階段。錢財穩定，家宅和睦，子孫孝順，日日都係好日子。若放任自己心亂氣躁，任由屋宅宅話積聚，本來輕易避開嘅世事，會慢慢放大成難以解決嘅煩憂，變成一生遺憾。73歲呢度關口，考驗嘅從唔係外界風波，亦係你自己嘅內心，你夠唔夠定，夠唔夠醒？你哋呢一代人從小懷苦習慣，凡事自己硬扛，唔願意同旁人傾訴委屈。年輕時有養家嫩育仔女嘅責任牽掛，注意力被外界分走，唔會容易陷入負面情緒。退休之後日子清閒，到73歲前後，好多水蛇長輩會陷入莫名執念。明明生活安穩，仔女孝順，卻總忍不住憂愁，擔心日後生病冇人照料，養老錢唔夠用，掛念仔女工作不順，孫輩讀書冇出息，閒時又容易回顧從前，遺憾年輕時未完成嘅心願。從前受過嘅委屈，越想越消沉，長期困在負面思數入面。
好似跌咗落一個無底深潭，命理稱之為心亂好福，心一亂，就算福氣已經到門口，都會被你親自擋走。你親手將好運推出門，心煩焦慮，容易俾人住空子，金錢受損，心躁易怒，容易同身邊親人發生口舌冷戰，家務凌日，執念過往，長期抑鬱直接拖累身體，搞到周身病痛，大半人栽跟頭。唔係外界困難太大，而係自己先亂咗心神，自己打敗自己，自己親手毀咗自己嘅晚年。對於癸巳水蛇嚟講，晚年最大嘅障礙從來都係自身雜念。有人執念金錢，總怕積蓄唔夠，盲目投資追逐快本，一鋪清袋；有人執念掌控，仔女30-40歲成家立業，依舊事事插手，管到家庭生隙，仔女避之則吉；有人執念過往，沉溺遺憾，忽略眼前安樂，越活越消沉，日日愁眉苦面，各種放唔低嘅執念係消耗晚年福氣最大元兇。你唔放過自己，命運都幫唔到你。風水講商由心生境隨心轉，心念本身就係一種磁場，你諗乜嘢就會吸引乜嘢。日日憂愁抱怨，自身氣場會變得沉滯雜亂，是非破財主動找上門，你想避都避唔開。日日知足開朗，自身陽氣順暢明亮，福運自然主動靠攏，好事自然發生。所以73歲呢道關，最先要渡過嘅係心關，心定運勢先會順，內心平和就係世間最高級嘅風水。就算擺進名貴風水擺件，心雜念重亦毫無作用，只係嘥錢。若內心知足通透，就算簡簡單單嘅屋企，亦能養出滿屋福氣，一家人都會受惠。當然調整心態之外，居家風水同步打理，兩者相輔相成，改運效果先會加倍，內外兼修先至係正道。接下來同大家分享幾套專屬癸巳水蛇簡單易操作嘅居家調運方法，唔使花大錢，跟住做好，慢慢調順自身陽氣，穩穩接住晚年福氣，順利跨過73歲關口，下半生無憂無慮。第一，保持大廳明堂乾淨開放明亮。明堂就係入門之後客廳靠前核心位置，明堂寬敞整潔，屋內氣場順暢，財氣福氣先有容身之地。若明堂雜亂堆積，舊家就閒置雜物長年佔據，灰塵滿布，氣流無法流通，福氣自然散走，家人精神越嚟越差，成日覺得心口翳住。73歲自身元氣本就偏弱，更加需要乾淨順暢嘅氣場托住自身運勢。所以1953年水蛇老友一定要學會斷捨離，抽時間全屋整理，3-5年從未碰過嘅物件，能丟就丟，能轉贈就轉贈。尤其入門客廳，務必收拾得敞亮整潔，為福氣財氣留足空間。好多人整理完屋企，即刻感覺身心輕鬆，心順氣順，好運自然跟住嚟，連個人嘅面色都會好啲。第二，保證客廳充足，採光通風，補足自身陽氣。癸巳水蛇命格暗藏是火，天生地陰暗潮濕，長期拉口窗簾，屋內光線昏暗，陰氣會持續壓制自身磁場，令人情緒壓抑，容易抑鬱，細小病痛反覆重申，成個人冇晒精神。客廳係全屋陽氣核心，光線充足，陽氣旺盛，各樣阻滯是非自然遠離。每日起身之後，將所有窗簾全部拉開，讓陽光入屋，每日半個鐘自然光就能有效驅散屋內陰夜。若客廳採光不足，長期陰暗，就多用白光燈嚟補光線，同樣可以提升陽氣。除咗採光，通風亦至關重要。早晚各開半個鐘窗，讓新鮮空氣流入，排走滯留耶氣，屋內氣場輪轉順暢，身心都會舒適。切忌長時間關窗開冷氣，空氣不流通，陰氣鬱積，對身體運勢都有損耗，到時想補救就咁麻煩。第三，打理好廚房風水，守住財富同健康。好多長輩覺得廚房只係煮食地方，乾淨與否無所謂。其實風水入面，廚房主管全家財力同身體狀態，係你哋嘅食祿之源。廚房整潔明亮，財富穩固，積蓄留得住。灶台油耗堆積，水槽淤塞雜亂，財氣會無聲流失，好似個錢箱穿咗窿咁。同時飲食直接牽連體質，廚房氣重，一家人容易積勞成疾，病痛叢生。對於73歲水蛇長輩，晚年最重要兩件事就係身體積蓄，廚房風水千祈唔好忽視。煮完飯及時擦乾灶台，油漬油口積聚越多，越容易漏財。水槽時常清理，保持下水暢通，水為財。漏水堵塞代表財路受阻。
等於截斷財源。調味料立起碗盤碟分類收納，過期調味品殘，舊廚具及時丟棄。雜亂陳舊物件會擾亂廚房財氣，得不償失，因小失大。第四，調醒同仔女老伴嘅相處模式，學會放手包容。我睇過無數鬼試水蛇命盤，你哋大半輩子福氣，好多都源自年輕時辛苦孕育後代，為家庭無私付出積下嘅厚德福報。晚年本該安心享清福，係你應得嘅。但好多長輩操心慣，就算仔女30、40歲成家立業，依舊事事插手。仔女上班遇到難關要有心，夫妻之間小矛盾要有和，孫輩讀書、興趣班、日常起居全部要管控，自己操碎心說，仔女又覺得被過度干涉，兩代人矛盾越積越深，關係疏遠冷淡，見面都冇乜嘢好講。我同各位長輩講句真心說話，人到晚年最大嘅智慧唔係掌控一切，而係學會放手包容，由佢哋自己成長。你領養子女成人嘅責任早已完成，後生已經係獨立成年人，有能力為自己人生負責。你可以適當分享從前經驗，千祈唔好強行干涉，要求事事聽從你。佢哋要走嘅路，要吃嘅街，旁人無法替代。過度操心只會消耗親情，得不償失，就搞到大家唔開心。往後多放大心，少管閒事，好好過自己嘅生活，享受你嘅清閒。仔女有難處主動求助，力所能及再幫忙，唔使冇緣冇故掛心，自己嚇自己。多欣賞後生優點，多讚小責，家庭氣氛和睦就係全屋最好嘅風水，家和萬事興。呢句說話永遠都啱用。第五，死守自己嘅養老積蓄，唔好輕易動搖。人到晚年，手頭充足積蓄就係最大底氣，係養老救命最後一道防線，係你嘅老本。73歲階段，市面上充斥大量高息投資誘惑，好多人一時心動，將畢生積蓄全數投入，最終血本無歸，欲哭無淚。亦有親友開口借錢，礙於情面輕易應承，積蓄有去無回，白白冇咗。我再三提醒大家，呢個年紀理財第一要務唔係增值，而係穩妥保本，保住老本先係贏。但凡宣稱零風險高回報、穩賺不賠嘅投資項目，十有八九係騙局，唔好貪圖少少利息，輸光下半輩子依靠。一旦受騙，錢財兩空，仲會氣壞身體，到時醫藥費都殺埋。至於借錢一事，無論親戚老友，務必三思而後行。若一定要幫，只可借出細額閒錢，就算無法收回，亦唔影響自身生活。大筆養老救命錢，無論對方講得多動聽，都唔好鬆口，一鬆手就冇。好多人唔好意思拒絕，旁人就好意思消耗你積蓄。晚年養老錢、治病錢，任何人都唔冷凍，守好錢袋，內心先會有底氣，唔會因為金錢焦慮心亂，判斷唔會失誤，避開大半圈套，保住自己嘅安樂晚年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老友會問，順利跨過73歲關口，先會迎嚟點樣嘅日子？我同大家講實話，鬼試水蛇本就先苦後甜命格，前半生所有風雨勞累委屈，全部都係為晚年厚福鋪斷，係你應得嘅回報。73歲之前總有各樣牽掛，身體細病痛，家庭小矛盾，好似一路都有阻滯。若放平心態，及時調整氣場，順利度過，往後身體會越嚟越硬朗，生活各樣阻滯逐步消散，積蓄穩步增值，仔女懂事有出息，手頭有餘錢，身上冇大病痛，日日自在安樂，呢種生活先至係真正嘅享受。好多人以為富貴就係手握幾百萬住豪宅開名車，到咗呢個歲數先會明白，真正嘅大富大貴從來唔係銀行存款數字，而係內心安穩圓滿。一早起身有熱飯食，胃口好，牙齒健全，係身體富貴。手腳靈活，生活完全自理，唔使仰人鼻息，係自由富貴。身邊有老伴閒時傾偈，朝夕相伴，係陪伴富貴。子孫和睦團聚，屋內熱鬧溫暖，係家宅富貴。夜晚瞓覺心安無憂，唔使思前想後擔驚受怕，係心境富貴。手頭有充足積蓄，唔使看人面色伸手求助，係底氣富貴。平平淡淡嘅安樂，係花錢都買唔到嘅珍貴福分，係上天宰俾你嘅禮物。所以各位甩953年鬼試水蛇老友，73歲從唔係人生下坡路起點，而係你真正享福嘅開端，係你人生嘅另一個春天。呢段關口確實會有波動，但命運設下呢道坎，
唔係為咗打垮你，而係逼你放下多餘執念，調醒心態，好好享受屬於你嘅清閒晚年，將不必要嘅包袱放下，唔使過度憂愁，自己嚇自己。從今日開始留心身邊3個運勢信號，打理好居家風水，放下不必要操心，好好經營家庭相處，死守自身積蓄，心定氣順，一定可以穩穩跨過呢道關口，迎來你嘅黃金歲月。最後送俾所有甩狗53年癸巳水蛇老友一句心底話：到咗73歲，拼嘅早已唔係能力財富多寡，而係一身福氣同你嘅心境。福氣從唔係外界風水擺件帶來，根源只在你自己心入面，心中知足，日子處處有歡喜，心中常存寬容光亮，晚年自有福氣一路照耀，照亮你每一步。衷心祝願每一位1953年水蛇長輩順順利利度過73歲人生關口，往後身體康健，家宅平安，子孫賢孝，前半生所有風雨全部化作後半生安穩幸福嘅彩虹，護你一路坦途，日日都係好日子。願你餘生日日溫暖，所求皆順遂，福氣常伴左右，未來10年越活越舒心，越活越有口福，做一個最快樂嘅老人家。覺得呢番提醒有用，不妨轉發俾屋企同樣係1953年出世嘅長輩，互相提醒，腿吉避凶，接住滿屋安樂福氣，齊齊安享晚年。